昨日带叔叔两个人，妻子一日天面了馒头，今朝也出去买点咸菜吃。1斤里脊肉，老头人一夜当个屁。这么大一口多少钱3块2毛钱。荤素搭配，马上转起山。菜毛转来张，我有点先打啊。哦，那先打，不要吃大啊，吃得透的。鱼我不来海，我吃不脱么子。那侬该专门是拍一拍呢。哦，你还用工手机噶？你该到善用的，隔壁个辣椒肉么是善用的。你都专门研究水果了、蔬菜了、护工啊、农药。来，你不相信的，你讲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。搿个么是有用了，现在用么就蛮多呀。那个利益比我先进嘛。我那是跟风呀，跟别人讲蔬菜不混种。你得烧个什么肉了哇？伊搿搭经常用。哦，也是有拍出来，主要是农药。边绿菜、蔬菜派海、大海蔬菜、大水果、水果大海、大肉肉。那搿专门是鸡肉用，所以肉菌接受才可以去的。肉大海菜。喏，搿个浪向么就是吸上来个，哦，那口也有道理。今朝收你生菜，十八菜单3菜肉丝。那蔬菜出来了。你看看我还有啥来家个功夫？我不认得，不晓得。三鲜里向个嘛，你看中大把好，单相思。还搭个脚趾龙嘛，还接衣裳子。你这个长大高？啊，锅子大。几辰光大个嘞？我上趟用。南方人板高里大个，不用出世，收你生进上天花。哎，不来上一道嘛，你属于复工的蔬菜多的啦。哎，啊。分高盐哎，老少蔬菜一样。像他吃了做了10几天的了。是搿两觉着，原来吃个哪夸个啦？看你个吃饭个样子，3公58岁，不是83，前2年吃饭个态度侪是2寸口语。得来搭上去不能硬吃，因为没提升加大粗，反正说法转起来胖的，所以搿还得转起大为女婴，恢复到140斤，然后在夜里吃10粒。哎，你那吃饭当我养了，这还要带起的来。阿黄哎，我来打我，1日2开茶，这茶叶太咸，吃脱之后我再记得来，再打我高点茶叶呢。红茶派。上一种茶是我1日天总要吃个5开，来月明派出来个茶叶带一打。这个饭等于白吃。搿么还那么会胖哇？不是不会胖，退了原谅牛素，全把那个茶叶。搿能介？搞脱哎。哎呀，那菜谱出来的。我今朝搬路上卫生间弄清爽。蛮清爽了还哇。厕所他们擦，灯卡灯不擦，连厨房吊口里头用吃啥的，搿么呢？厕所灯卡搬出去啊！我今朝搬一笼哦，难道这2年天头就马上侪要变一批水。今朝下半日，任务艰巨。你看呢？你个头粉没擦黑，我得来直接放辣垃圾桶里。头粉总归黑过。看个水呢，烫烫的。我弄到阳台上。不烂脱这样的只头粉。不来个。你唯一拉一只头粉。搿搭也蛮黑。哎呦，龌龊得不得了！你看呢？搿搭用不人来个呢，从衣高头或者湿脱的塑料。哎，你看呢？那个上头个灰是。灰是我的一吐一把嘛。细细把个新头粉来着。细细把嘛，那吐也一样黑个。搿边烫个呀，烫怎么谁不会黑着啊？大不把个。喂，难怪他头粉侪烫要糙。哎呦！还做啥家？我今日没办法上身，搿打我出关打出关的先靠子。吐一把就可以。你坐辣沙发上，自个边吃，傻哈哈，手机看看，细细把出来来海来啊，千年来不肯。哎呦！哎呦！退下来差点靠脱子，把人搞个要死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